好，大家好，呢一集係本心嘅第2集。上一回講到不良嘅本心，呢個不良嘅本心竟然係有電掣嘅。大家都知道不良嘅本心係唔好嘅啦，係咪？既然本心有不良，我就用電掣作一個比喻，刪咗佢，直接了當。咁優良嘅本心咪翻出嚟啦。原來不良嘅本心裏面有好粗嘅執着根，真係唔容易處理啊！執着根即係執着心，執着心裏面又有好勝心、貪欲心同埋我見心等等。我哋不良嘅本心所造成嘅影像有2個提示嘅意思。第一個影像就係提示我哋要執着啊。第二個影像嘅意思就係要我哋攞翻優良嘅本心出嚟，放下執着嘅影像。放下執着嘅影像，講就易，咁啊係啊，講就天下無敵，做有冇能力拎下啲簿？咁就要問下你個本心究竟知唔知？叫做心思知啊！啊，心思知上一回都有講過嘅，我明白嘅，明白。你耳就靈，淨係耳靈係唔足夠㗎，眼都要明啊，叫做眼明手快，係手腦嘅手啊。首先眼見耳靈，俾個腦清晰深入思考，就得心思知，係深入嘅心啊，你唔好搞錯啊。知啦嘛，知就深入思考，入到本心嘅心底，就真係得到你所講嘅心思知啦。啊，入到本心，心入心底，就係心知知。知你用心嘅思維，唔深入去理解啊嘛。以後你記住啊，一聽聞佛法，必要帶眼認字啊，係深入個心字啊。係啊，得謝師父慈悲。仲記唔記得啊？眼明手快，腦筋清晰，先至係心思知呢個心啊。係啊，我以後會戴翻副眼鏡，提點咁聽開字嘅呢。誒，你唔好淨係得個講啊，講唔係天下無敵噶，做就要有氣有力去實踐你嘅諾言。記住心思知啊！啊，係啦，記唔記得上一集牙刷仔咪話有4個撩，撩下撩下，撩到佢頭都暈埋嘅？係啊，我都記得，葉了了，了了便是空啊嘛，真係4個了啊，我都唔係好明啊，師父。師父，我剛剛從內地來的，這4個了我懂啊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看師父您容許嗎？好，你講啦。夜了了，了了不是空了嗎？誒，用普通話講，咁啊真係明噶喎。夜了了，了了便是空了嗎？咁啊真係4個了喎，我明啊，我都明啦。哦，係啊係啊，普通話係咪真係國語啊？係啊係啊，我明白啦。大家明白嘅話，咁就好啦。仲有啊，大家要記住，用善嘅本心，努力去修去行，行動最實際啊嘛。話唔定正知見就在你手腦嘅手啊。哦，正知見頭先講過噶，但係我都唔知點解。
正知見。佛經裏面一見到個正字，便可解作性本善嘅善字。你用到善嘅本心，就得正。得正咪正知見嘅正呢？仲有正知見嘅知呢？古時嘅知就係今日嘅智，智慧嘅智啊。由於古代造字都未能完善，呢個知而可以解嘅字，而呢個字係雙音相解嘅，亦稱為破音字。後來呢個破音字嘅知字加多個日字在下，就成為咗知日就得智，咪就係今日嘅智慧嘅智啦。咁就一定唔會搞錯啦，係咪？大家有冇諗過呢個日字點解唔加喺左或者右，又或者喺枝頭嘅上邊呢？而將嘅日字擺喺之字嘅下邊，事必有因，莫非有佛菩薩嘅指引？真係估唔到造字嗰啲專家咁有料到啊！居然知道呢個日字有大日如來嘅功能。吓？大日如來嘅功能？啊！大日如來，如來或者佛，佛有咩功能啊？師父，佛嘅功能便能發出日光遍照啦。咁遍照啲乜嘢呢？吓？遍照世間萬物一切眾生得知，旭日初升，日光必然從下照上，咁咪上知下日呢？係噃，旭日初升，太陽一出就從低照上，知在上，日在下。誒，咁咪今日嘅智慧嘅智啦，少啲腦汁都搞拳掂啊！最緊要大家明白，知上日下就得智，真係要感恩嗰啲造字嘅專家。乜唔係感恩佛菩薩咩？噓，咪嘈啦，聽開始啊！好啦好啦，我哋再講翻正知見嘅見，呢個見就係有見地嘅見，有見地入本心就得知啊，唔係，係得智，得智入本心，咪就係正知見啦。正知見之前係乜嘢啊？係善知識啊，因為呢個善係代表正啊嘛，呢個知係代表智慧嘅智，呢個識唔係意識啊，係認識嘅識，而呢個認識必要靠善知識嚟啟發我哋普通人嘅悟性，令我哋普通人嘅悟性能得到。悟性唔在於修，認識必要學。你唔學唔修，又點識脫離生死苦海呢？若要脫離生死苦海，就要攞出你悟性嘅本心嚟認識開示裏面嘅義理。明白義理係小悟，悟下悟下，修下修下，行下行下，行多兩步，居然進入咗中悟都唔多覺啊！啊，進入咗中悟，話唔定走多兩步，就得到大徹大悟啦！善知識已作好退位準備，等緊你繼承善知識嘅身份。係啊係啊，我都聽過，原來善知識係咁嚟噶。我仲聽過善知識添啊！
師傅都講過，知咪即係知，知咪又係知。我仲記得師傅上一次講見聞覺知添啊！我都記得。誒，你哋唔好搞錯，見聞覺知嘅知，你哋唔記得啦？呢個知係解意識認知嘅知，而呢個知只係知道外層嘅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呢六根嘅功能，耳根為首，即係阿頭。點解呢？因為前五根嘅功能必要靠第六根嘅耳根揸主意，名稱為獨頭意嘅意識。六根對六塵，仲有六識，以上三者簡稱為根塵識。先講六根，就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對六塵嘅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一觸即發嘅心，就係獨頭意嘅意識心出嚟揸主意。哦，係啊，主意揸咩主意啊？係咯，獨頭意嘅意識心出嚟揸咩主意呢？吓？就係揸內外前五層功能知識所得到嘅資訊出嚟作主意咯。內外第六層嘅法，法即心，心即意，意即係意識心，咪獨頭意啦。獨頭意嘅意識心命令內外前五層知識交出互相聯繫嘅資訊，資訊所得就由我獨頭意嘅意識發號施令。誰知獨頭意嘅意識所得出嚟嘅內外前五層識嘅資訊，只係認知咋？認知咩？係啊，乜嘢啊？認識咩？認知唔係認識啊？乜第六法定嘅意識所得到內外前五層識各獨自聯繫嘅資訊？原來獨頭意只不過都係認知嘅咋？係啊，認知咋，唔係認識啊。因為內外前五層都存有自己各獨自聯繫資訊嘅功能，功能一接觸到資訊就認知嘅識，唔係認識嘅識，就係根塵識嘅識，而呢個識係認知之識啊。根塵識原來唔係認知，係認知。我明呢。師傅，內外前五層嘅功能點樣自己各自聯繫資訊一下？自己各獨自聯繫資訊，就係眼能見，耳能聽，鼻能聞，舌能嘗，身體能接觸。一觸即發啊嘛，發即意，意識就有方法控制前意識內外層各獨自嘅功能。內外前五識雖然有各獨自嘅功能，但係冇意能喎，冇意識嘅功能，咪揸唔到主意啦。所以榮升獨頭意嘅意識，不單止係獨頭，仲獨一無二嘅意識嚟作認知，唔係認識啊。善知識就係認識。你哋知唔知善知識嘅本心進一步係乜嘢？吓，係乜嘢？係咯，係乜嘢？係喺下個月嘅2號禮拜一晚上8點鐘，本心第3集話你知啦。譬如這那佛，拜。